做回女孩子。过个1年半载，为师帮你去说和。公爷对大婚有何要求？并没有要求，一切以帝姬的要求为准。青海宫是不是最近被琐事缠身，太累了？臣一向如此，帝姬不必过虑。若无他事，臣先告退。师父，师父找我有事。你的借调期限已经到了，是时候回黄泉关了。我已向陛下请命，调令这2日便会下来，回去赶紧收拾一下。不等师父大婚之后吗？不必了，公务为先。我知道了。若无他事，还是告退。还是。你长大了，不要整日喊打喊杀，是时候想想嫁人的事了。如果你的心里面装了什么人，找个空隙，消了军籍，换个身份，做回女孩子，过个1年半载，为师帮你去说和。你明明知道，又何必如此？